大王在上，臣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割地赔款，实乃丧权辱国之举。臣以为，太后如此行事，误国误民，臣等再不能奉诏了。臣请太后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大王。臣恳请太后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大王。臣请太后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大王。是让太后还政于大王。甘相自己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朕丧权辱国，朕误国误民。甘相自己私底下拟就的让各国退兵的条约，可是几乎把秦国卖得只剩个咸阳了。当日列国兵马在函谷关的时候，甘相又在何方？出了何力？常言道：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。”武王当任用无知匹夫，向蛮力举鼎身亡。你身为右相，罪当如何？甘茂虽为右相，但无法劝阻君王，所以到了今日，目睹朝堂混乱，才不得不谏言。太后聘击司臣，乃国之乱象也。太后若继续贪恋权力，秦国必将大乱。臣请太后还政于大王，有何过错？秦国内忧外患，你无能御外敌平内乱。如今诸侯兵马退去，你倒会上下串联，要挟君王。如此无德无才无耻无能之人，你还敢立于朝堂吗？殿前武士，在，把他给朕逐出朝堂。是。慢！太后指臣无能，臣也不敢再居相位，就此请辞。至于驱逐，臣自会自己离开，不用烦劳武士。但太后如此顷刻慢事，羞辱臣功。今日甘茂离开，不知来日这宣誓殿上还有何人可以立于此？甘相，甘相，甘相，你不能走啊！太后，甘相不能走啊！微臣请太后三思。臣请太后三思啊！太后，三思啊！太后，甘相乃大秦3代老臣，于江山社稷，功不可没。你想要朕留他？是。他逼朕交权，退回内宫。这若是权宜之计，万事皆可商量。没得商量。初离子说，甘茂是3代老臣，可朕看他是朝廷的3代庸居。芈月立于此地，向天地诸神起誓，只要芈月在宣誓殿1日，便要保内乱平息，保师弟重回我疆土，保大秦再次扬威。谁若自认为比芈月做得更好，那便站出来，朕自行退后。
若是做不到，诸君公卿大夫堂堂男儿，就不要再学长舌妇之行径，退朝。楚离子，此事你不能不管呐！就是不能不管了，不能不管呐！不能不管。诸位卿大夫，先回去吧。老夫定会向太后再三陈情。先生，干相求见。干相不敢当，楚离子。前日甘某已经辞官，不做右相了，不敢当这一声干相之称。别这样说。干相请坐。老夫正在上书太后，尽力说服太后挽留干相。甘茂本是才疏学浅之人，蒙惠文王、武王两位君王的恩宠，拜以右相之位，以国事相托。虽然不能够完全胜任，却也是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干相不必再说了。恕甘茂直言，芈氏那妇人是大秦的祸星，她居然大坏纲常礼仪，把自己的寝宫都交给了胡人。后宫之事，似乎不该干相染指。眼下我与那芈氏太后，是她留，我不留。听说那日我走后，他曾在宣誓殿上扬言，谁若自以为能比他做得更好，便站出来，他自行退后。甘茂不才，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自荐能比他做得更好。哦，干相说说。只要让那芈氏退居内宫，甘茂便能让大秦罢内乱，停内战，休生养息。干相有把握劝诸公子归降？有。干相请讲，老夫洗耳恭听。停新政，恢复旧法。只要将诸公子们目前所占有的土地作为封地，赐给他们永久所有，答应爵位可以世袭，并绝不在秦国设立郡县，实行周天子之法。我愿意四处奔波，说服诸公子上表称臣。如此破玉为残，把秦国让诸公子们瓜分成大小碎片，那先王和太后对将士们的承诺岂不落空？君行制，臣行义。我们身为臣子的，为君王效命，受君王封赏，乃是公平交易。君王为社稷着想，臣子们要为自己的家族考量。有些时候，君王让些权益给臣子们也是应该的。在下不敢苟同。秦国为了实行商君新政，毅然牺牲良多。如果废除新法，恢复旧制，那以前的牺牲将付之东流，大秦对列国的优势也将丧失殆尽。难道你真认为秦国对列国有优势可言吗？列国征战数百年，却齐心协力，三番两次联兵函谷关下。除了秦国之外，还有哪个国家能让其他各国这样斩断夙愿而进行围剿？因为秦国搞的是秦法新政，他打破了列国数百年虽有征战，但实力基本伯仲之间的平衡。没有人能够容忍异端邪说国家的强大，
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我承认诸公子们割据，恢复宗室旧族在封地上的权利。秦国的确看上去是失去了对列国的优势，但正是这样，才能得到列国的认可，才能得到卿士们的归顺。这才是秦国长治久安之策呀！你今日来，背后得到多少人的支持？如果我说，在我背后的人，比站在宣誓殿上对芈月臣服的人更多，你信吗？信与不信之间。商君不是秦人，秦人流多少血他根本不在乎，他要的是自己的万世流传。那太后也不是秦人，他同样不在乎秦人流多少血，他要的是自己唯我独尊。可支持我的人，却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秦人，曾经祖祖辈辈为这片土地抛头洒血，他们才是能够决定这片土地上应该何去何从的人。甘茂，你也不是秦人，却口口声声为秦人打算，只怕仍然是为你自己打算吧。楚离子啊，我是楚人，但多年来我一直把秦国看作自己的母国，对大秦的忠诚日月可见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诸国之中，只有我秦国建国的时间最短，其他诸国已立国之时，我们的先人还在牧马。直到周氏东迁，我们在狄戎人手中一分一毫的血战，才有了今日的国土。如果没有穆公任用百里奚与蹇叔，没有我父王任用商鞅，我王兄任用公孙衍、张仪，如果仅仅靠那些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先人余荫的老秦人，那大秦早就灰飞烟灭了。眼下秦国危机重重，我的王侄嬴稷以他的母亲芈氏摄政，才让秦国在内乱外患中觅得一线生机。秦国的未来是要靠明君和贤臣决定的。可惜呀，甘先生，你不在此列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楚离子，你今天拒绝了我，总有一日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而痛哭的。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朱清免礼。今日早朝，这大殿好像空旷得很。禀太后，这几日臣子当中，有不少人抱恙告假了。哦。朕并未听说这咸阳城里发了瘟疫，这么多人一下子都病倒了，难免叫人担心呢。楚离子，在。你让太医院的太医逐个到这些个病了的朝臣府上去诊治。朕估计有些人得的都是难以治愈的心病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在家中安心休养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，不尽其责。我看他们就再也不必到这宣誓殿来劳心劳神了。太后圣明。太后圣明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惠后对你们的恩惠，要在今日报效了。是。
禁军统领蒙敖将军。蒙将军，杜将军，咱们事先说好了，今日他们几个装扮禁军带他们进宫，只是挟持住太后，逼他退位还政于大王，并请回甘相。一切不可莽撞行事，更不可伤人。那是，蒙敖将军，只管放心。听说了吗？义渠王回来了，说是击退了公子轩，立了大功。那太后还不好好赏赐他？那是当然，也不知是赐爵位还是珠宝。哎，爵位珠宝算个什么？太后已经把自己都献给那个胡人了。大胆！寡人最恨干活偷奸耍滑的人，罚你们把铜饮的水喝干净，若有一滴残留，就割了你们的舌头。是大王。走，大王要去哪儿？交房殿。上次在朝堂上，我只说了句让他们在家中安心养病的话，那些个朝臣们一个个竟然病全都好了。看来有的时候我的医术比那些太医院的太医还要高。哎，前些日子我们给继儿和义渠君做的2件新衣放到哪儿去了？我去拿。你来这干什么？听说最近朝堂上有人闹事，你母亲呢？义渠君见了寡人，怎么不跪拜行礼？还挺像个大人。小子，这剑可锋利得很，不是你能玩的，小心伤着你。快进去，告诉你母后我来了。你听着，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。既然到了咸阳，就要遵循大秦的国法。外臣要入朝就要奏请，得到批准才能进宫。更何况你要进的是我母后的寝宫。我要偏进呢。问我的剑，就凭你啊！放开！小子，别得寸进尺啊！义渠君，继儿，月儿。义渠君，你没事吧？你儿子想要我的命啊！这定是误会。你看见了，这流的可是血！哼！义渠君，母后，母后！去承明殿面壁思过，我回来之前不许出门。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，疼啊！弄疼你了。让我看看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伤口还在流血呢。你还知道关心我？我以为你这个太后早就把我忘了。继儿还是个小孩子呢，你跟他怄什么气？哼，我可没跟他怄气。我是跟你怄气呢。行，就算是我错了，也让我先给你包好伤口再说。你还管我干什么呢？
你让我死了算了。就你这点伤，想死没有那么容易。月儿，叫我翟丽。我知道你叫翟丽。我这个名字啊，是一个秦人给我起的。他说我们是翟戎中的一支，所以以翟为姓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义渠的名字译成你们的意思，就是黑马驹子的意思。他说黑马就叫离。黑马驹子？对啊，我出生那会儿，马厩里刚好也生了一匹黑马，所以我母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你眼下也是匹黑马驹子，而且是匹野马，一点小事就犯倔脾气。婚后有令，杀死芈月，赏金5000，封关内侯，11万户。别叫我义渠君了，叫我的名字。翟丽，黑马驹子。对，再叫黑马驹子。大点声。黑马驹子。再叫黑马驹子。你上！不行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抓刺客，保护太后！快！保护太后！走！翟丽，你怎么样？翟丽，我没事。翟丽，翟丽，快来人！大人，太后如何？太后无恙，但是义渠君受了重伤，太医已经赶到了，正在给他疗伤呢。宫里怎么发生这种事？那些杀手都穿着禁军的衣裳，这事儿肯定跟禁军有关。如今掌管禁军的首领该是蒙敖将军。正是。把蒙敖给我抓起来！大王，请用膳食。不吃，拿下去。大王，饮食有序，不食伤身呐。多事。我母后回来没有？我问你，我母后回来没有？哦，刚回来。我去找母后。大王，你还是别去了。怎么了？太后在宫内遇上了刺客，幸亏义渠君替太后挡了一剑，但义渠君却身受重伤。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只是如今他住进了哪了？住进了太后的寝宫。什么？大王，您别去！太后让您在承明殿面壁思过，她还没允准您出去，您不能出去啊！他算什么东西？敢住进我母后的寝宫，他也配？早知道当时我就该一剑杀了他。大王，您不是不知道，他几次救了太后的命。这次义渠君伤了很重，亏得义渠君身子强壮，太医又医治的及时，不然的话。义渠君，你终于醒了。月儿，快躺下，别动。你的伤，太医已经处理过了，没有大碍，放心吧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
太后，查到什么了？雍大人查出，刺客背后的主使之人是惠后和公子华。他们怎么会进得了秦宫？是禁军中有人做内应，带他们入的宫。如今，这些牵连之人都已经被关押起来，等待太后处置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惠后，公子，微臣惭愧，没有杀掉芈月，只是重伤了那义渠人。怎么老是失手啊？那个义渠君多次坏我大事，早能除掉他就好了。蒙敖和手下被抓，禁军人心动荡，也说不定咸阳会出乱子。如此说来，虽未刺杀芈月成功，但若能酿起兵变，倒也是桩好事。母后，你看呢？甘茂去了雍城，是蒙敖将军出手说甘茂是刺杀太后一案的首犯，所以他就仓皇出逃了。哼，去了也好。太后此言何意？甘茂是朝中老臣，树大根深，若留在咸阳，定会不甘寂寞，时时煽动朝廷故旧与我们闹事，让咱们眼前不得清静。这下他走了，倒是成全了我们。甘茂此人自命不凡，而芈姝与公子华之间本来就貌合神离，如今又添了个甘茂，只怕他们勾心斗角的机会更多了。这样才好。眼下我们先不攻打雍城。司马将军，朕命你领兵南下平定巴蜀之乱。遵旨。魏将军和白将军，我要你们分头去平定那些在咸阳周边趁乱聚集起的小股散兵游勇。我要咸阳100里之内安然太平。臣领旨。至于那些各立山头的公子们，平日里他们只懂得争名夺利，却不知守望相助，恨不得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对手。等我们整肃完内部，准备好粮草，再一一收拾他们，绝非难事。太后，魏夫人她出逃了。什么？她跑了？她在企图混出咸阳城门的时候，被守城官兵抓住了。你们说说，该对她怎么办？幸亏抓住了，有魏夫人在我们手里，银华投鼠忌器，也不敢过分造次。甘茂去了雍城，魏夫人也想去雍城。看来这雍城真是个好地方。去，带魏夫人来见我。是。太后，魏夫人来了。见着太后还不下跪？不必了。木心在，给魏夫人烹茶去。是。你已经抓到我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不必假惺惺的。魏夫人说的奇怪，我为何要杀你？坐。你与公子华已经很久不见，骨肉相思是人之常情。只是雍城离咸阳路途遥远，四乡因兵乱而匪贼横行。魏夫人
只带一个奴婢便上路，未免考虑不周。至少该有车马相随，侍从护送。你什么意思？朝廷可以派人送你去雍城。送我去雍城？对，公子华是我大秦难得的人才，又是先惠文王的长子。只要魏夫人去了雍城，劝说他解散叛军，恢复秦法新政，一切就都好商量。怎么好商量？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归顺朝廷，我和大王可以既往不咎，不废称号，不夺封地，委以重用。怎么，魏夫人，你不愿意？臣甘茂拜见惠后。甘相快请起。我等苦盼甘相，如盼甘霖，如今得到甘相前来相助，实在不胜欢心。芈月要将大秦带到衰亡之路，我蒙2代先王恩惠，不能不站出来啊！甘相所言极是，那芈月倒行逆施，你我当然要同仇敌忾。去，给甘相上茶。是。请。惠后或许不知，与我前后脚来到雍城的还有一人。谁？公子华的生母魏夫人。他怎么来了？谁让他来的？公子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母亲受苦了。华儿，快起来！华儿，母亲，母亲逃出咸阳，平安到达雍城，真是孩儿的幸运。华儿这话错了，母亲是被王军的人马护送到雍城的。芈月？是啊，他送我来，希望我能说动你罢兵，归顺朝廷。你答应他了？我当然答应他了。母亲喝口水。花儿，母亲一心只想见你，他就算是让我跳火坑，我都会答应。不过，我告诉他，最后结果如何，都由我华儿自己做主。母亲，华儿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华儿身边站着诸位王族兄弟，背后是秦国所有的旧族。惠后已经答应立我为储君，一旦攻入咸阳城，便即刻立我为王。那大秦的明日，不是那芈月的，便是华儿我的。我同那芈月已经不共戴天。华儿，无论你打算怎样做，母亲都赞同。那就要让那惠后尽快兑现诺言。你是先王的长子，德才兼备，军功赫赫，受众人拥戴。他立你为王，那是你该得的。有了这个名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领着你的兄弟们进军咸阳。魏夫人真是命好，别人离开咸阳都面容污秽、狼狈不堪，看魏夫人却衣裳光鲜、气定神闲的样子，
这一路上怕是也没吃什么苦吧？惠后说的对，人该吃多少苦，都是命里有数的。上天眷顾我华儿，我也跟着沾光。依微臣看，魏夫人能来雍城也是件好事。从此公子上阵杀敌，也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。确实，由此可见，芈月能从魏夫人来雍城，那也是从善之举。你胡说什么？那芈月会有此等善心？此举或许是来动摇军心的。军心稳不稳，如今都是我华儿说了算。不管怎样，从这件事看，妇人之仁，免不了要做舍本的生意啊。魏夫人从咸阳来，应该知道咸阳那边正在整顿兵马，筹集粮草，准备对付朱公子。眼下战局焦灼，不知诸位有何打算？想必甘相也知道，这雍城乃是大秦宗庙所在，这里旧部力量强大，对我部一向倾力支持。我们与咸阳那边已有大小几战，各有胜负。如今甘相也来到雍城，说明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啊。昨日和母亲商讨后，想做一件大事。请说。咸阳那边与我们是王位之争，也是一场名分之争。母后是嫡母，而芈月那妇人的身份却只是个八字。虽说公子季有先王遗诏，但母后信誓旦旦说那遗诏是伪造的。可如今，却让那芈月之子矫诏登基，误导天下。若我们也能在雍城宣告登基，就可传召天下，号令父王的旧部老臣倒戈。兄长德隆望重，为我大秦之王，乃是众望所归。华儿说的是实情，但此时此刻宣告登基，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应当知晓，在母后心中，你是大秦唯一的新君。我们之所以能跟咸阳抗衡，是因为我们聚集了朱公子的势力，人马兵力甚至多过芈月的兵马。朱公子虽威望才德远不及你公子华，但他们人人皆有争位之心，王位空置，可以使他们戮力同心。若是公子莽撞宣布登基为王，朱公子心生不满，只怕你公子华会成为朱公子的敌人。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让我华儿无名无分，出生入死。母亲不必多说，你们该知道，我嬴华并非真的贪图那个王位，我只是为母后抱屈，不忿那芈八子以伪诏发号施令，完全不把母后放在眼里。华儿为母后着想，我记在心里。其实母后也巴不得你公子华立即登基，运筹帷幄，号令天下。但母后也得为大局着想，从长计议。惠后此言诚恳，以臣之见，还是暂缓称王为更好。只要惠后在，朱公子为了示好惠后，便会听从我们从雍城发出的号令，公子的王位也指日可取。好了，此事就商议到此吧。花儿，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，他们都是虚情假意，用好话来蒙骗你的。孩儿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想让我带兵进攻咸阳，我却偏偏在雍城按兵不动，看他们能怎么样？干嘛不等身子好利索了？魏冉、白起他们在阵前厮杀，我却在这儿白吃白喝的。可你身上有伤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早就好了。
你这伤都是因我而起的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愿意。眼下我就是想把你割让给韩国、楚国的城池土地都拿回来，省得那些老家伙们在朝堂上鼓噪个没完。别的倒也罢了，那连接巴蜀的上庸之地，是秦楚必争之地，凝聚着几代秦国君王的心血，由我手里交出去，的确心痛。你放心，他们拿你的东西，翟离让他们加倍奉还。刀剑无情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这次只是去巴蜀给你们司马错将军做援军，风险不大。再说了，在当今世上，能在战场上杀死我翟离的人，还没出世呢。等我回来。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幸亏义渠君走了，不然不知道又会有什么麻烦。母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继儿闭门思过多日，母后也该消气了吧？继儿刚刚得到通报，说楚国使者来了。这么说，荣舅舅来了，他正在驿馆。母后什么时候召见他？傻孩子，什么召见？我们即刻就去见他。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人在哪儿？禀太后，在里面。蓉儿，蓉儿，姐姐，蓉儿，姐姐，我一直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封爵，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水中捞月，最后还是多亏了姐姐。知道你在楚国受苦，能熬到今日，很不容易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多次在梦中惊醒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亏得少司命垂怜，鬼谷和娘亲若是知道我们能团圆了，说不定有多高兴呢。继儿从前有个冉舅舅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荣舅舅，义渠那边还有个白起舅舅，秦国如虎添翼。母后和我的确是荣幸至极。等继儿回到宫中，一定命人在少司命面前多焚一炉香，谢少司命庇佑。雍城那边这几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动，眼下秋粮丰收，王军征兵买马，草粮充沛，义渠军相助，司马错在巴蜀平乱顺利。诸公子当中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已率先向朝廷表示归降，其他公子也有人悄悄向朝廷表示了归顺之心。因朝廷下旨，凡宗室旧族支持公子们造反者，一律取消爵禄和暗例供给。旧族们开始与叛军疏远，诸公子闹事的气焰日渐式微。楚离子，你看呢？是时候了。好，你是大宗伯，掌管宗室之事，平日里又与众公子们多有来往，就由你即刻写信给诸公子，就说大王与他们本属骨肉至亲，他们割据造反也是为了自保，
所以既往不咎。大秦儿郎不能自相残杀，徒为亲痛仇快。请他们回咸阳，共佐大王。若不肯归降，就以叛逆之罪，行征伐之师。到时候就后悔晚矣。是。这是刚在边关截获的会后敏书发给大王的信函。不好好的待在咸阳养病，却跑到雍城来谋反。眼下秦楚联姻在即，这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？此刻，我可不想听到任何会影响我家紫兰和秦国联姻的坏消息。是。莲儿，蒙将军当真要冒险去雍城？蒙敖，承太后不杀之恩，悔不该当日做出那些糊涂之事。眼下雍城的旧部仍然在走我以前的错路，蒙敖不忍看兄弟们自相残杀去送死。如能劝他们归降太后，于公于私都是好事啊。好。待你事成之后，我与你豪宴痛饮。魏将军，信得过我这个曾经的罪人？太后都赦免了你，又重新委你以军职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？末将告辞。后会有期。芈八子在宣誓殿已经坐稳，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可那公子华却以各种口实百般推诿，至今按兵不动。咸阳正在调集兵马，要征伐诸公子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必须收拢人心。我想以会后之名通告天下，请诸公子到雍城聚集，由公子华为主帅，共讨咸阳贼兵。好，就照甘相说的这么去做。恐怕诸公子们见不到好处，不肯来呀。甘相以为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好处？粮草、钱财，还是封地？这些好处得通通拿下咸阳城才有。眼下就是两手攥空缺。问题的关键还在营华。这个营华还在跟我讨价还价。我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权衡轻重。看来这次我是不得不给他了。大战在即，会后必须速做决断。母亲，会后准备即刻下诏，立我为秦王。会后要立你为王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终于盼到这一日了，华儿，你是大王了！你当了大王，出征讨伐贼子，也好出师有名，号令天下，招抚王君归降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母亲！
花儿，你是大王了。母亲，你是大王了。诸位将士，我银华临危受命为秦王，肩负社稷江山之重任。芈氏母子谋权篡位，大逆不道。我与王弟们联手，征伐芈氏。诸位若能助我成就大业，当裂土封疆，绝不相负。谨听大王之命。好，寡人绝不负诸位爱卿今日之功，为旗开得胜干！你们跟着我蒙骜出生入死多年，我想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像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人，要么就是不能继承家业的庶子幼子，要么就是没名没姓、没有好祖宗的平头百姓。就算公子华他得了王位，他还是恢复旧制，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如今秦人陷于内乱，我们与其给那些宗室旧族做鹰犬家奴，还不如去投效一个能够给我们公平的君王。至少心里头明白，我们拼死拼活的打仗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我们战死沙场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又能得到怎样的保障？将军说的对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听将军的。朕得到消息，公子华自立为伪王，恢复旧制，倒行逆施。另外一些叛乱公子的兵马也已经开始向雍城集结。我大秦王者之师95之尊，从今日起，我等将征伐诸公子之乱。楚礼吉，臣在。朕命你亲自起草讨伐檄文，将尹华等人背道逆礼之罪昭告天下。遵旨。尤瑞，臣在。你为中军主将。遵旨。白起，臣在。你为中军先锋。遵旨。魏然、李荣，臣在。你们各领1支人马，分头为左军和右军。我要你们依我的旨意，听从雍大人调遣，征伐雍城之叛军。遵旨。望尔等齐心协力，共同剿灭叛军，保我大秦一统江山。臣遵旨。真好。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司马错将军与义渠军平定蜀中之乱！司马错将军与义渠军平定蜀中之乱！捷报！什么有益？喝了这么多的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太后，您消消气，这兵来如崩，兵去如灯，急不得。我不是急，我是恨啊！樱花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他也能算是一个大王。不但朱公子没有几个甘心跟随，
就连他自己的将士都拢不住。这芈月的兵马刚要打来，自己底下的将士就散了一半。平日里天天围着我转，这10天半月人呢？这人都干什么去了？他打的什么主意？惠后，如今王军已兵临城下，咱们得想想退路。退路？往哪儿退呀？这世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就连自己的至亲骨肉都靠不住。我往楚国写了多少封信，没有一封回信呐！没有一封回信呐！珍珠，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鹤顶红，惠后，你得给我备着，到时候放在手边，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。惠后。夫人，这是您的凤冠。大王真是孝顺，让雍城最好的缝纫绣娘做出来的嫡衣，一点不比咸阳宫里头的差。这会不会僭越了规制啊？夫人是大王的亲生母亲，就是该让天下知道大王心里头最敬重的人是谁，免得人前人后让惠后压了夫人一头。快扶我起来！夫人，王军已经开始攻城了。大王，南门也兵力空虚呀，北门也快顶不住了，损失惨重啊！是啊，大王，大王，速做决断呐！大王，大王，王军已经是魏雅和白起的人马已经破城而入了啊！这大王，怎么办？大王，莫慌，你们几个快随寡人冲出去！是。杀出去！是。先生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魏国。
当知本王心性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杀进雍城了。公子华呢？甘相呢？公子华生死不明，甘相也不知去向。惠后，我们快走啊！我让你准备的鹤顶红呢？给我，给我！惠后，惠后。别在那装模作样，请吧。夫人，夫人，王君来了。夫人，花儿等急了，快把我的笛衣拿过来。将军，夫人，快去。笛衣。起来，换上笛衣，帮我把头发梳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彩萍，你听，是花儿。车马依仗的声音，是花儿的人马来了。花儿特地派人来接我了，夫人。夫人，你看呀，花儿用的是王一鲁帛。魏家盾，威风凛凛。我花儿，我花儿当上大王了！快帮我把笛穿上！快！
禀大王太后，我王军攻下雍城，生擒公子华和芈书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臣恭贺大王，恭贺太后，兴起大秦社稷，从此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，万国来朝，千秋太平。自此，在秦武王嬴荡死后，被史书上称为季军之乱的秦国3年内乱彻底平定。7位参与叛乱的公子，如今都已被囚禁。敢问大王太后该如何处置？秦法上规定，叛乱之人当如何处置？处离子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臣以为当斩。不可。有何不可？他们都是先王之子，纵有罪行，怎可与庶民同责罚？是啊，都是公子王孙，纵然是谋反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只是不关痛痒的轻罚几下。江山社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，全然不顾祖宗庙堂使路出没，8乡4野豺狼横行。3、5年后，他们高兴了再反一次。谁在意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。枉死几万兵士、数十万庶民，亦如大风吹过，片叶不沾。如此国不成国，法不成法。一旦外敌到来，江山覆亡，呜呼哀哉，灰飞烟灭。太后，老臣愿意监督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。楚离子，你已经多大年纪？他们多大？你能活得过他们？你要知道，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，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：乱我大秦者，当如何下场？太后，赵廷尉，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太后，你若将诸公子处斩，老臣再不敢立于朝堂了。我不受任何人要挟。
粉丝。大姐，太后前来拜访初离子，恭迎太后。拜见太后。香儿、慧儿跟我进来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是。敲门，是我，芈月。太后，天色已晚，请太后回宫吧。内忧外患，刻不容缓。老臣已经递上了辞呈，我还未允准，也绝不会允准。臣与太后还有何用？你可以与我无用，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，与嬴氏家族无用。我要你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，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。我不情愿。说气话无用，作乱的朱公子，我是一定要杀的。从孝公开始，到先惠文王，秦国实行商君之法，纵然是王孙公子，无军功者不得受爵，就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。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，但谁作乱谁作死。嬴氏家族的子弟们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去引导他们安分做人，用心做事，稳固大秦的社稷江山。臣老了，看不懂世事，料理不了朝政。太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，还是请太后回宫吧。不要紧，我在燕国见过比这更大的雪，更寒冷的夜。我会等你出来，与我一起议政。你一刻不出来，我等你一刻；你一夜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夜；你一世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世。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不出来。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，那老臣也不勉强。老臣要歇息了。
我的排箫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曲好乐。把它给我。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排箫不怕手冷，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疏了。 太后这是在吹楚曲，知道我为何独爱楚音，不仅因为那是乡音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旧族们固守旧制旧法。 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。今日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，秦国就有可能倒退，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。有关法度国家大事，绝不可退让。 太好！楚离子，你起得好早。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太好！ 来。
还好在燕国时练出来了。我们在燕国时，极冷的天气却买不起炭火，几次差点冻死。楚离子，坐。你们两个也去取暖吧，让我的侍从送些热姜汤和早膳给太后。是。还是楚离子想得周到。老臣可不愿意做让太后生病的罪魁祸首。你对我有怨气，却拿我没办法。老臣自然没办法。老臣不及太后。你何事不及我？老臣聪明不及太后。错。若论聪明，世人都说智如初理。你不聪明，谁还敢说自己聪明？太后取笑老臣了。我的确不如你聪明，但你却拿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，吃得了辛苦。我虽出身王族，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，一无所有。我不墨守成规，也不怀挟偏见。我既能一掷决生死，又能一笑泯恩仇，这些你都不如。楚离子，你聪明，但你又太过聪明了。未虑胜先虑败，未虑得先虑失。你的聪明害了你。我要除掉谋反的公子，你心痛了。我不跟旧族们妥协，不承认他们借战乱掠取的土地，你怕开罪了他们。我要凭功论赏，改革军制，你怕军心不稳。我刚刚针对顽症痼疾略施药时，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，江山不保。你呀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是我赢视江山，生死我都跟他绑在一起。若有一日天下大乱，太后躲得掉，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。你若真心忧国忧民，就站到朝堂上去，不管谁妒国害民，都与他势如水火，不共戴天。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，嬴氏子孙呐。是啊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，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。可是楚离子，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，想一想，若过10年、20年，有一日，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、新权贵，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，如同700年前，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。那一日，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，诸侯之间再无战争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奉秦，国泰民安。楚离子，你可敢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？太后雄心虽好，谈何容易？别忘了，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，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。他们趁人之危，我要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，就要如何还回来，并且要加倍奉还。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。不是？怎么知道？好，老臣愿与太后打一个赌，不敢说天下奉秦，老臣只盼望
秦国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。楚离子还是心有宏愿的人，天下奉齐是秦国的必将成就。或许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，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。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基业，我与你10年为期，如何？老臣敢为太后鞠躬尽瘁，视太后为先相公惠文王。可如果10年期到，太后没有实现承诺，那太后就退居内宫，不能再行干政。好，君子一诺。好，老臣与太后即按3下为约。公元前305年，叛乱七公子在咸阳伏法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醒醒！母亲，我来了。大王，我来看你了。记得那一次，你带我出游，拜谒商君之墓。当时我糊涂着，我想你既然恨他，为何要祭奠他？你祭奠他，为何却要让他的尸骨埋在荒山之中？可此刻，我总算隐隐绰绰知道了原因。有些人尽管活着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但有一日，他的幸福却不知不觉的会成为了你的幸福，存留在你的心头，在你的血脉里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杯酒就敬给那个让你爱恨交织的人。你是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，与我却是第一个男人。我曾经爱慕于你，依恋于你，视你为父为兄。你对我有桃李之交，开导蒙昧之恩。尽管妇人之情与你是最看轻的，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，但你却给了我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。这第二杯酒，我敬你，谢你使我自重自信，从不妄自菲薄，才有了今日的秦国太后。
这第3杯酒有些难了。我一直问自己，倘若你在世，是否会情愿拿你那7个公子的性命，来换取秦国天下的长治久安，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？我狠心做了一件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，但若是不做，只怕秦国就要为难。我今日站在这里，是想对你说，我所谋划的，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图霸业。有朝一日与地下相逢，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，我无愧于你大王嬴驷，无愧于嬴氏列祖列宗，无愧于秦国先驱的王陵。木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，冬有300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的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了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女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女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跪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。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
里放个连环屁。我是狄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我已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姐姐还没有忘记，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。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狄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八字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。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
就杀了我吧。我不会杀你的。你不杀我，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，白白折磨我，让我生不如死吗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，如今姐姐孑然一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杀你作何？既然你已不是对手，我折磨你又有何趣？你虽名为友，但你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对我的情分，保你衣食无忧，在清凉殿安度余生。不，你是不敢杀我，我是敌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；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了。从今日起，重修商君之法，凡违法者，皆一律处置。由初里级主持清理井田，开立新的阡陌封疆；由魏冉主持清查兵籍，确认军功勋位；由雍瑞主持清查户籍，编定户口，重定赋税；由米荣主持颁布标准衡器，统一度量衡；由司马错主持蜀中事务；由白起主持戎狄异俗等事。谨遵太后之令。听到没有？好像是我们的楚乐。大王大婚的日子快到了，洞房就安置在长乐殿。这阵子，乐师们正在演练楚乐。可不是，听说明日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该进咸阳城了。你们把楚国公主的画像给继儿送去，她可中意？大王只看了一眼，就红着脸走开了。大王已经成人了，知道害臊了，在我们面前啊，不像过去有什么说什么。你问他，他反而更拘着自己。楚国公主端庄持重，听说她娘亲是楚宫的赵美人，人生的漂亮，招来男后郑袖的妒忌。母女在宫中吃过不少苦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吃过苦的人知道好歹，一定和咱们大王贴心。太后，雍大人来了，请雍大人进来。是。太后，坐。谢太后。雍大人，请用茶。谢太后。太后可知道，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要到咸阳了？驿馆那边可安排妥当？已经安排妥当。此外，楚国质子也随送亲的车马一起来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把太子恒送来了？是，与太子恒一同前来的还有楚国使臣。虽说这是两桩事，但可做一桩事办，就都安排在驿馆里吧。我是做过质子的人，知道质子的苦楚。
不要怠慢了他们。是。太后可想知道，陪太子恒一同前来的楚国使臣是谁吗？谁？太后的一位故人，黄公子，黄歇。拿下去吧。太后只吃了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要不然奴婢让太医来请个脉吧。不必了。昨日楚国质子到了咸阳，不知他们是否呈上国书？奴婢这就让人去打听。要不奴婢去驿馆看看？看看。月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在操练兵马吗？我突然想你了，就回来看看你。是出什么事了？没出事啊。啊，没事就好。月儿，我想让你陪我出城散散心。我出宫都不易，哪能说走就走？跟你去城外散心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分多聚少，草原的女人那可都是跟着男人走的。别说傻话，我哪能丢下朝政跟你走？你做什么？还没一点动静。胡闹！我们草原的老人可说了，女人只有怀上孩子，那心才会被真正的拴住。你真会给我添乱！我虽没怀上孩子，但我的心早就被拴住了。那好，那我们此刻就怀孩子去。来！哎，别闹！我有正事要告诉你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楚国公主来了，过几日就要给继儿大婚了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你儿子嬴稷他不喜欢我，我何必要去自讨没趣啊？楚国还来了别人。爱来谁来谁，有你就够了。你真好看，你比画像里还好看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啊，对了，王后，你是叫米瑶对吧？那从今日开始我就叫你瑶儿吧。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。是。你父王对你好吗？那你嫁到这么远来，你想家吗？想是想，不过太后，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？如此一想，便好些了。你有话对我说吗？太后她好相处吗？我母后？你放心吧，我母后她不会难为你的。那你呢？
我就更不会难为你了。大王，你爱吃什么膳食啊？我爱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爱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你会厨艺啊？以前母亲病着，想吃家乡的菜，膳房又叫不动，我就自己动手做。我知道你不是嫡出，可是你母亲怎么会受那样的屈辱啊？南后郑秀不喜欢我母亲。原来你也是受过委屈的人。我不怕受委屈，只要我母亲高兴。你这手是怎么伤的呀？儿时不小心被木刺扎中，又不敢叫太医，所以就……你放心吧，瑶儿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。太后，楚国质子和使臣到了。宣他们进来。是。楚太子恒拜见秦国太后。楚臣黄歇拜见太后。太子不必多礼，你们起来吧。你今到秦国为质，你我虽有亲义，但也只能先述国事。望你在秦国多走走看看，通晓秦国国情，广交朋友，安分度日。不要出了什么差池，免得坏了两国情谊。多谢太后提点，恒当恭谨自处，安分守己。这样就好。子歇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太后牵挂。母亲，小的在。大王要召见楚太子，你带太子恒去承明殿吧。是。如此，恒先告退了。黄歇告辞。子歇暂且留下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问子歇。子歇，坐。你过来，坐到这边来。其他人都退下。你再略许往前些。你若不过来，我看不清你。月儿闭着眼睛，都会看清我的模样。这几年，我自己都快看不清自己了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。月儿心里明镜一般。告诉我，你可好？好。
就再好不过。玉儿哭不得，你已经是太后了。太后哭不得，但月儿尚可哭。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月儿，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桃园里，你拿软鞭打果子？你告诉我，说我看起来实在不像个公主。像公主的人，又没你能干。白马玉鞭，金佩银鞍，还是你教会我打软鞭的呢？我那把人人羡慕的软鞭，却是你送给我的。我曾深恨在楚宫里的那段日子，只觉得度日如年，一心想要逃离。可如今想起来，楚宫虽苦，但与你在一起的时光，却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日子。于我而言，更是如此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可惜眼下桃子已经收获了，只剩下桃林。年年岁岁，桃花相似。岁岁年年，人已不同。月儿，你这些年在秦国的遭际，我都知道了。义渠君对你有大恩，的确如此。我与他生死相依，性命相许。我既感激他，又羡慕他。子谢，感激他能够真心的对你，护着你；羡慕他能够为你做这一切，而我却不能。不必说了，我这一世没有人会比你更懂我。于我而言，也是一样。既然你这次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我是楚臣，我是陪楚国之子来的。楚臣又如何？你比我更知晓楚国。如今楚国是一潭死水，屈原被逐出郢都，老朝阳专横昏聩，郑袖和晋上一手遮天，太子恒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你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无所作为，不如留下来，你来做我的右相。月儿，我若想留在秦国为官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呢？那好，那就连太子恒也一起留下。楚王昏聩，郑袖一心想除掉太子恒，让自己的儿子夺楚。你们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未必能让子恒保住太子之位。重耳在外而存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支持他，让他成为楚王。你既然如此不看好楚国，
为何还要与楚国联姻呢？当这个太后屡屡筋疲力尽，无计可施，权衡眼下实力，只有秦楚联盟，才可以共同对抗赵、韩、魏、齐4国。子歇，你最懂我，算我求你留下来帮我。玉儿，我虽不能在秦国朝廷为官，可我若留在秦国一日，我就帮你一日。只是有一日我若不在了，也就帮不了你了。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倾其所有，也不会让你走的。你如今有的是大秦的天下，你对我不该倾其所有。你值得。太后和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就叫做阴错阳差。义渠君也是个好人，只是……闪开！开！这地儿不错啊！滚出去！我看着，滚！坐下。大王，坐，走快滚！这个怎么办呀？戎狄野人又来了，能怎么办呢？白吃白喝白拿，每次来了还砸东西，只求他们不杀人就好啊！点睛，拿酒来！快点！哎，就来了！这边，大王喝酒。大王，叫他们换大碗。点睛，拿大碗上酒。快，来了！来，吃！大王，这肉没有我们草原上的香啊！就是啊，我们的牛羊是现宰现吃，哪像这里吝啬小节？宰好了还要挂起来晒，吃一块搁一块，晒了好几天的肉，早都没肉味了。有酒有肉，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啊！大王，兄弟们是想家了。这咸阳城好是好，但跟咱们草原比起来，那太憋屈了。不但事事都要受人家的管束，就连平日的酒肉也都不合兄弟们的口味，嘴里淡出个鸟来了。你们那是闲的，就想着白吃白喝的时候了。告诉你们啊，等打起仗来，看你们叫唤什么啊！大王，这何人能打仗啊？兄弟们呐，这手都痒痒着呢。快了啊！太后说，谁跟谁打，他就谋划着他。啊，那一定是跟楚国联手一起打吧？这怪不得连楚国的黄公子都来了。哪个黄公子？还能有哪个？就是那会儿在燕国跟大王一起救太后的那个黄公子黄歇啊！你忘了？我当时还想抢大王的女人呢。他呀，啊！昨日我在街头还撞见他了。他说是出使秦国送楚国的质子来的咸阳，还要在这住上一阵子。要我说呀，大王，那小子对太后就没安好心。这依我看呐，太后，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？
后今日容颜照人啊！仙儿，你去给义渠君倒杯热茶。是。今日太后穿的是哪件地衣啊？绣有青鸟的那件。为何没有穿那件绣朱雀的？没有为何，只是信手拈来。这青鸟乃楚国神鸟啊！见楚国质子，自然要穿绣有青鸟的地衣啊！太后今日梳的发髻也不一样。祥儿、慧儿，这也是楚宫里的样式吗？太后今日的梳妆，只是觉得好看便这样梳了，并没有着意梳楚妆。哦，还是楚妆好看。记得义渠君过去从未在意过我的衣饰妆容。在意啊，只是以前觉得你穿什么样样都好看，都顺眼。不过今日才知道，这衣饰里面还有那么多学问。你今日喝酒，竟把你的眼光都喝挑剔了。以后这酒还是少喝些。仙儿、慧儿，扶义渠君进去歇息了。是。这酒啊是要喝的，我不喝，怎么知道太后的母国来人了呢？啊！上好的衣料啊！看一看，客户的米糕，菜，看一看，花布，上好的衣料。这什么呀？哎，走开！哎，哎，你看这金的不错啊！是我要了，用这张蓝皮换你的首饰，我要了。不行，不用给钱的，一定要拿钱买的。我要了。别听我要了，什么钱？赶走你不要钱，就是给打脸了。哎，我的哥呀！我的脖子，你不要给钱了！别老子追着要钱，我看你想挨打吧！你给我要什么钱呢？谁在兴师捣乱？抓起来！这莲子羹太苦了。太后外感风邪，喝点莲心汤可以去暑。太后，怎么了？回太后，咸阳城里出乱子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昨日禁军和义渠人在街市上打起来，很多人因此而受了伤。伤得重不重？眼下已无大碍，受伤的人都被送去就医了。以后这种事情要早点来通报。这种事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咸阳城中屡屡发生义渠将士在街市醉酒蓄意伤人，还有在集市上拿东西不给钱打伤商贩的事件。百姓是怨声载道，敢怒不敢言，因为知道义渠人性情彪悍，习俗不同，又知道他们与大秦有功，所以多隐忍下来。没想到义渠将士变本加厉，以为秦人怕了他们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。木心在，召处离子到宣誓殿。是。仙儿、慧儿，替我更衣。是。处离子，咸阳城中出了这等大事，你怎可不告诉我？若当真演变成了义渠人与秦军在咸阳城中的混战，那该如何收拾？太后今日不问，臣也是要说了。太后纵容义渠人，还要到何时啊？若说当日他助大王登基有功，当年禁军中鱼龙混杂，他护卫恭进有劳，那太后以金帛土地封赏也就够了。
太后与义渠君有情，单留义渠君在宫中，纵有闲言，都是小节。可如今，义渠人的营帐就设在咸阳城内，他们在咸阳屡犯秦法。虽然臣曾答应过太后辅佐内政，但若是太后再这样纵容下去，只怕臣难以继续坐在这个相位之上啊。义渠人生长在草原上，放马牧羊，行猎征伐，以物易物，并不通晓市集交易。他们在外征战，回到部族之内，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，所以也不懂得在咸阳城里拿东西是需要给钱的。他们习惯了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一言不合拔刀相向，原也是旧时风气。若是在草原上，是习俗；可在咸阳，却是犯禁，是违法。太后所言极是，这里是秦国，不是义渠。太后曾经说过，秦国推行商君之法，无论王公大臣、庶民百姓，都必须遵守，违法必究。可若是义渠人成了法外之臣，那秦国的法度岂不成了一句空话？处理子的话在理。眼下义渠人是匹野马，驯好了可以驰骋疆场，驯不好就会撕咬伤人。所以当务之急是你我必须尽快想个办法，如何给他们带上缰绳。太后，何事？有人听说太后病了，来给太后献药。我哪有功夫见这种闲人？打发他走。此时此刻，什么药都治不好我的病。是。太后讳疾忌医，病怎么能好？子歇，子歇，何时也能救死扶伤，妙手回春了？妙手回春倒不敢当，但能做到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坐。月儿这几日果然清瘦了不少。腹热烦渴，今日又添了头痛。我已知晓昨日咸阳城里的事端，你头痛，无非是做难如何处置义渠君在咸阳的人马。子歇，义渠人助继而登基，又帮王军东征西讨，平定诸公子之乱，的确是有功于秦国。但他们与我们秦人习俗不同，性子又野惯了，不是几日就能改变的。不处置他们，无法向朝廷百姓交代；处置他们，轻了重了又都不是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太后可记得3年前，赵国和燕国联兵一起灭了中山国，从此赵国的势力大增。赵王雍回到赵国，强行推行胡服骑射，此后大小数战均未有过败绩。赵国为了得到更多的良马，还收服了林胡和楼烦2个胡族，并趁诸公子之乱占据了我秦国榆林之地，得到了大批草场和良马。赵国推行胡服骑射，对赵国国势影响极大。月儿何不效仿？胡服骑射？子歇，我该如何谢你？谢字就免了，只是告诉我，这副药是否好用？的确是很好用。太后是说利用义渠人马？是。
这几年，赵国胡服骑射，厉兵秣马，扩张疆土，成为诸侯中的强国。楚离子，过去与诸国交战都以兵车为主，有千乘之国才能称之为大国。可车战的年代已经过去，接下来与敌国交手，骑兵才是要害。要与赵国在骑兵之战上争个高下，就必须要有义渠之骑兵。不，我要的是一支我们秦国的骑兵。从今日起，秦军要与义渠军队一起操练作战，学会骑兵之术。义渠人从小生活在马背上，这是他们的长处，可他们也有短处。虽然他们是草原霸主，但他们并不擅长使用兵器和阵仗。我说的是我们秦人的兵器，秦人的弩箭，秦人的甲胄。若能将我们的兵器阵仗与义渠的骑术相结合，那秦国必将所向无敌。臣明白了。我会让义渠人把营帐设在咸阳城外，任何人不得擅出军营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开列单子，由我的内库出钱购买，送到军营里去。他们在自己的军营里头行他们自己的法度，要喝酒要斗殴都由他们，但只要出了军营，便要受到秦国律法约束，任何人不可违背。之前他们有过违法之事，是我未曾昭示于他们，所以就由我出钱，以钱代罚，如何？如此，臣也好对众人有个交代了。